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啊，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。唔經唔覺已經嚟到帶住爸媽遊澳洲嘅系列嘅第3集啦。呢一集又會同爸爸媽媽喺悉尼去邊度食嘢同埋去邊度玩呢？就去咗只有星期6日先開嘅 Rock Market。之後我一個人就去咗行悉尼大橋，係行唔係攀爬。最後就去咗一間非常有香港特色嘅茶餐廳食晚飯。哇，節目好似好豐富咁喎，唔講咁多，我哋一齊去片。呢度係悉尼環形碼頭 Circular Quay， 上面係環形碼頭火車站。而家我哋沿住個海濱行去環形碼頭附近嘅 The Rocks 岩石區。呢度係由一個美麗嘅海灣、購物中心、公園、咖啡廳所集合而成嘅地區，係遊客必到嘅景點。呢一座係澳洲當代藝術博物館 MCA。MCA 除咗星期二休息之外，每一日都會免費開放俾市民參觀。呢間藝術館係收藏同埋展示當代藝術嘅美術品，如果時間許可，都值得入去睇睇㗎。另外，我亦都推薦去嗰間位於頂樓嘅咖啡店 MCA Cafe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喺呢一間咖啡店度嘆住杯咖啡，然後一路欣賞悉尼海港嘅迷人景色，個感覺係非常良好。一路向前行，就喺 MCA 隔離呢一條路行上去，就會到咗岩石區 The Rocks。The Rocks Market 係一個著名嘅悉尼假日市集，佢淨係喺星期6同星期日朝頭早10點至到5點鐘營業。右手邊呢一座擁有復古風格嘅建築係 The Rocks Centre， 係一個面積唔係好大嘅 shopping mall。由剛剛 Circular Quay 環形碼頭嗰個位行過嚟，大概10分鐘左右就會嚟到呢個 The Rocks Market。呢一個市集嘅每周嘅攤位都好似話有少少唔同㗎。攤位通常賣一啲手工製品、懷舊服裝、澳洲當地嘅美食、手工甜點，仲有售賣咗好多唔同款式嘅手製紀念品。事實上，呢一個市集係文創愛好者嘅天堂，喺呢度售賣咗好多攤主自己設計嘅藝術品，同埋琳琅滿目嘅手作創意商品。不如我哋而家一齊行下呢一個只有逢星期6日開嘅假日市場 The Rocks Market。呢一個假日市集嘅攤位擺檔係去到橋底為止。大家見唔見到嗰10幾位攀橋嘅參加者啊？今日嘅天氣都唔係咁好，又風又雨，大家要小心啊！一陣間我都會徒步行橋，唔知喺橋上邊見唔見到你哋呢？岩石區 The Rocks 係澳洲最早開發嘅地區。英國進入澳洲殖民之後，岩石區一帶就成為19世紀初悉尼最繁榮嘅區域。由於當時資源唔係咁多，呢度嘅建築採用當地嘅砂岩建成，所以又叫做岩石區 The Rocks。呢一座係登陸紀念碑 First Expression， 雕像上刻住係悉尼最早嘅移民、罪犯、軍人同埋平民。離開 The Rocks Market 之後，我哋喺呢個交叉位嗰度右轉，預備經過 Bridge Stairs 行上去悉尼港灣大橋。由於跟住落嚟行嘅路程同埋樓梯級比較多，所以我爸爸媽媽冇跟住我去，我請佢哋返去環形碼頭揾返一間咖啡廳坐低等我。好啦，行到嚟呢個位，喺呢度上去，然後過馬路就會到咗 Bridge Stairs。過咗馬路之後，就到達咗上港灣大橋入口嘅 Bridge Stairs。雖然呢度上到橋只係2-3層，但係呢度啲樓梯級都幾高同埋幾闊㗎，所以呢係有得搭 lift 上嚟嘅。我跟住呢就會帶大家搭 lift。如果有朋友想坐電梯嘅話，
可以坐呢一部電梯上到大橋。好啦，而家我開始行橋啦。咁我今日嘅目的地呢，就係呢度 Milsons Point North Sydney。喺大橋上邊望出去悉尼歌劇院嘅港灣美景係咪好靚呢？第一個要停嘅地方呢，就係前邊呢一個大約高87公尺嘅塔樓，佢上邊呢有一個要收費嘅瞭望台。好快就嚟到悉尼海灣大橋瞭望塔嘅入口處，呢一個係港灣大橋上著名嘅觀景點，佢係一座高約87公尺、200級樓梯級嘅塔樓，全程係冇電梯，全程都係行樓梯行上去。行咗一段樓梯之後，好似以為到，其實係未到嘅。呢一層係塔樓瞭望台嘅收費處，同埋呢度有一座免費嘅小型博物館。入場費係每位成人澳幣29.9毫5。觀景台嘅視野非常好，可以一覽360度嘅悉尼港風光。由於我覺得個價錢都幾貴，所以我就冇上瞭望台。我淨係喺呢一個免費嘅橋梁建設歷史博物館度參觀，之後就落返去啦。呢度亦都係攀上悉尼大橋嘅起點。咦，又見到佢哋喎，攀登大橋嘅參加者，加油！呢邊呢一組嘅參加者好似攀登完成咁喎。呢一條悉尼大橋同三藩市嘅金門大橋，仲有 New York 嘅布魯克林橋，仲有 London 嘅龍東塔橋，都有人行步道嘅設計。雖然喺橋上邊望出去嘅景都有圍欄攔住，有礙視線，不過都可以喺圍欄嘅罅隙之中望出去。海灣風景亦都非常賞心悅目。悉尼大橋喺1923年開始建造，1932年完工，建材係以鋼鐵為主。當時因為澳洲正屬於英屬嘅澳大利亞聯邦，所以呢啲鋼鐵大概係有80%都係英國進口嘅。佢係全球最大嘅鋼鐵拱橋，長約503公尺，而橋上邊係可以有8線行車、2條火車軌道、1條單車專用道同埋1條我而家行緊嘅人行步道。港灣大橋橫跨悉尼港，佢將悉尼商業中心區同埋北部郊區連接起嚟。穿過北邊嘅塔樓就嚟到 North Sydney 啦。其實如果由南邊走嚟我而家呢度嘅北邊，唔停站嘅話，我諗係行大概20分鐘左右啦。回頭又望下條悉尼大橋先，之後繼續向前行，見到樓梯就可以落去。我哋到咗 North Sydney 啦。再行前少少就到咗目的地 Milsons Point Station。我會喺呢個站再坐火車出去 Circular Quay 會一會我父母，感覺真係得意啊！啱啱徒步行完港灣大橋，而家就坐火車過橋。Circular Quay Station 係悉尼最美麗嘅火車站，企喺呢個火車站月台上邊，藍天白雲下嘅海景，港灣大橋同悉尼歌劇院仲收眼簾。之後我同爸爸媽媽坐火車去 Burwood， 一個位於悉尼內西區嘅唐人區，帶咗佢哋去 Burwood 嘅 Chinatown。佢哋兩個嚟悉尼之前 stay 咗 Adelaide 差唔多2個星期。由於 Adelaide 就冇呢啲類似咁熱鬧嘅商場，所以突然之間嚟到呢個寶活中國城，佢哋感到非常好奇同埋新鮮，就好似劉姥姥進入大觀園咁。唔好話佢哋啦，我記得我第一次嚟到呢個 Burwood 嘅 Chinatown， 我都覺得以為自己去咗台灣添啊！今晚我就同佢哋喺呢一間茶餐廳度食晚飯。點解會帶佢哋嚟呢間茶餐廳試下呢？因為我覺得呢一間茶餐廳嘅裝修非常有特色，喺澳洲嚟講絕對係心機之作。哦，
哦，原來拍咗喺茶餐廳裏邊嗰架小巴，原來係呢一間餐廳嘅水吧，都幾得意啊！我哋又一齊睇下個餐牌裏邊嘅食物款式同埋價錢啦。我最欣賞呢就係呢啲優惠嘅下午茶餐。暫時喺 Adelaide 嘅全部港式茶餐廳都冇供應呢啲下午茶餐，希望快啲有啦。今晚都係叫呢啲港式小炒，個味道都做得唔差，而且個份量都好多添。當然個價錢一定係貴過香港㗎喇。臨走之前，當然佢哋唔少得喺呢度打卡啦。呢一集嘅影片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觀賞。如果你錯過咗上兩集帶住爸媽遊澳洲系列，記得睇返啊，內容非常精彩。呢兩集都係介紹兩間喺悉尼值得去嘅自助餐廳。今集暫時講到呢度先，記得 CLS 條片支持 Alice in the Ausland 繼續出片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，咁當我有新片出，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。下一集會繼續同爸爸媽媽遊悉尼，同佢哋會去遊客一定唔會錯過嘅 Fish Market， 仲有帶佢哋 Bondi Beach 滑浪天堂去見識下，仲有唔講咁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